美國、伊朗、以色列全面開戰，世界是否正在走向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道路？第三次世界大戰係咪已經悄悄地拉開咗序幕？2026年2月底，中東局勢一夜之間徹底失控，美國聯同以色列向伊朗發動史無前例嘅毀滅性空襲，目標唔單止係核設施同導彈陣地，美軍嘅精準打擊，更導致伊朗最高權力核心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喺首都德黑蘭嘅空襲中身亡。面對國父級領袖離世，伊朗全國震怒，瘋狂發射過千枚導彈報復，甚至封鎖全球經濟命脈霍爾木茲海峽，全球油價暴漲，股市大跌，連香港人都感受到呢場戰爭嘅震動。到底特朗普呢一步棋係可以徹底瓦解伊朗神權政權，定係會將美國再次拖入萬劫不復嘅中東戰爭泥沼？大家好，歡迎來到 D4 Culture。今日我哋為大家深度拆解呢場可能改變世界格局嘅美伊大戰。廢話少講，即刻入正題。將時間推返去2026年2月28日，當全世界都以為中東局勢只係打下嘴炮、互相威嚇嘅時候，美國同以色列突然發動咗代號為史詩怒火嘅聯合軍事行動。呢次行動嘅規模堪比當年美軍攻打伊拉克，無數架隱形戰機、B-2轟炸機配合海上戰艦發射嘅戰斧巡航導彈，撕破咗伊朗嘅防空網。佢哋嘅目標非常明確：第一，徹底摧毀伊朗嘅核武研發設施；第二，癱瘓伊朗嘅無人機同導彈基地；第三，亦都係最震撼全世界嘅一步，針對伊朗權力核心嘅精準打擊。喺空襲初期，幾枚精確制導炸彈命中咗德黑蘭嘅高度機密目標。隨後，伊朗官方喉舌流住眼淚，宣布統治咗伊朗超過30年嘅最高領袖86歲嘅哈梅內伊喺空襲當中不幸身亡。大家可能對最高領袖呢個 title 冇咩概念，以為只係等於一個總統。錯啦！喺伊朗嘅伊斯蘭神權政治體制入面，總統只係一個打工仔，最高領袖先至係國家嘅最高主宰。